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楊俊賽馬專業嘅直播時間。今集就想同大家講下咧，為期4日舉行嘅伊波賽期嘅賽事啦。響頭炮咧就係星期3晚舉行啦，國際錦標賽馬日。咁今集固然要講下我嘅心水推介啦。咁當晚一共設有7場賽事啦，頭場開跑時間係晚上嘅8點50分。咁主題賽事咧就係 S1 第4場嘅國際錦標。咁呢一項賽事咧被譽為全球其中一項最佳嘅中距離賽事嚟㗎。咁當晚一共有2口馬 T 啦，分別咧就喺 S1 第4、5、6、7場舉行㗎。咁大家記得就唔好錯過啦。好啦，講翻今次我嘅推介先啦。先嚟咧就 S1 第2場嘅亞琴錦標，呢場就3級賽1400米嘅賽事。我最中意咧係隻望族高盛啊。咁你睇翻隻馬第一次出賽咧就跑場1200米賽事啦，末段就流於均速跑過第2名翻嚟㗎，明顯咧係個路程比較嫌短啲。咁所以第2場已經係增程跑場1400米嘅處女馬賽啦。咁嗰一場咧就輕鬆彈嚟對手贏馬㗎。雖然咧你見到佢末段都仲有啲走規唔順啦，但係贏起上嚟咧個姿態都係非常之咁清脆啊。咁上一場咧挑戰啲分級賽啦，葡萄酒錦標一路都望空跑㗎，咁最終就輸咗俾沿路有遮擋嘅環同博士咧，跑咗個第2名翻嚟。今次莫雅繼續執韁啦，都係唔放手㗎啦。咁我覺得今場咧有機會可以收復前失嘅。好啦，嚟到戲肉啦 ，S1 第4場2051米嘅1級賽啦，國際錦標。咁我相信咧都係隻監察官啦，同埋隻巴貝多河兩匹馬之爭㗎，因為兩隻馬咧都坐擁住一啲非常之亮麗嘅賽績。咁但係你話如果兩隻馬稱咧，我自己都係稱隻監察官比較高啲啦。唔經唔覺都贏咗4項嘅1級賽冠軍啦。咁包括咧上屆呢項賽事咧，亦都係贏馬㗎。咁而上一場喺亞士谷馬場舉行嘅威爾斯親王錦標咧，一路留喺個駕後位置，入到直路逢馬過馬咧，輕鬆贏隻劇將一姐，講緊成4個馬位喎。我相信今場咧佢都有機會可以衛冕國際錦標嘅冠軍啦。好啦，今次嘅分享就嚟到呢度。如果想睇翻我其他場次推介咧，記得留意翻我嘅留言板啦。另外提大家啦，新一輪嘅馬上尋寶夏日賞咧已經係舉行咗㗎啦。咁大家記得玩翻個遊戲啦，有機會贏到價值5萬蚊嘅足金擺件嘅。好啦，今次嘅分享嚟到呢度啦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